下來繼續來到基隆，昨暝因為大漏水的影響，廟口4號練等地勢較低地區海水倒灌，部分的路段甲頂仔腳出大水。基隆市長蕭國良馬上到場坐鎮指揮，市長的面冊大約伫昨暝9點拋出着勘災的相片，也毋過伊選舉的對手董主委8點半就拋出着淹水的影片，佫講伊第一時間批車趕到現場了解狀況。兩個市長參選人透過勘災互相咧拼圖。後落來，斟酌聽居民的需求，基隆市長蕭國良佇安全無法，佫一擺來考愛四路車，因為陳寮河佫拄着天文大漏水，和市區佫開始在淹水。我們這幾天都在注意滿潮的情況，我們針對愛四路這一排，也跟大家說，讓大家以後強制要裝這個防水。他自己一台抽水機，我們也支援他們一台抽水機。那今天他地下室還有嗎？地下室是他地下室滲水。蕭國良較大滴的水面，看起來真無奈嘛，頭殼冇咧燒。這一遍做大水問題到底變怎解決？成做年底市長選戰拿到雙方拼關鍵重點。根據了解，愛四路差不多伫咧10號暗時6點開始做大水，到8點淹水範圍變大，9點愈來愈嚴重。蕭國良的面冊差不多伫咧暗時9點放勘災相片，不過伊的對手董主委伫咧差不多8點半就拋出淹水影片，提醒居民愛細緻安全。在第一時間，我其實就趕到現場，我從大五輪飆車飆回去，就趕快看在我們現在的狀況。這一定不只是滿潮的狀況而已，還有我們的整個排水系統韌性的一個處理的能力應該要更好，絕對不能用一台小台的抽水機在那邊抽水給大家看，這我想是會是一個國際間的笑話。滿潮的時候，大家要非常注意，然後能夠做一切的預防，會在這邊陪伴大家。淹水問題延伸到選戰攻防，水災變怎解決？拿到雙方繼續交鋒。